我来关心的是，这交通部今仔日伫高雄港来办一个大型客船的灾害防救的演练，模拟这船只导火烧弄造成大量的伤者需要救援的这个情景。这摆演练动员是超过500人次，也是这5冬来上大的规模。 我是伴随浓烟造成乘客船员受伤。演练开始，对朋友在来高雄港的朋友轮，因为不明原因导火庆烟，船顶数十名乘客分别受到轻重伤，一直一手等待救援。失去动力的朋友轮，佮甲机顶渡船烧弄，造成渡船乘客跋落海。包括中央交通部、地方的卫生、交通、消防等单位随成立指挥中心，同时间启动大量相关应变机制，先后将落海人员迅速救援到船上，立即施予 CPR。 对中央各地方市府、各民间团体，这摆演练拢总动员超过500人次，32台车、20只船，是这5年来规模上大的演练。交通部讲，高雄是国际上港，除了载过船只以外，包括邮轮数量、渡轮甲朋友轮的载客量，拢是年年成长。毋望透过大型客船的救灾演练，会当加强各单位的联系甲应变能力。澎湖轮在112年首航之后，那旅客量也成倍数的一个成长。 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旗津到鼓山，每年有这个以100万人次计的这么多的旅客量，因此我们充分的感受到大型客船旅客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重要性。轮船有起火，起火了以后有一些烧烫伤，所以我们也联系由卫生局联系我们的医院。这摆演练除了大型客船的海难救援以外，也有安排船漏救的救灾应变。交通部强调，实际演练除了验收平时的训练成果以外，也会当看出各单位的联络能力，即时发现问题，即时改进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雄采访报道。